喺香港，唔少家庭都面對親子溝通嘅難題。今日我哋邀請到上期網上家長工作坊嘅嘉賓，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家長遼闊空間計劃主任胡嘉誠先生，同大家分享點樣突破親子溝通嘅障礙，建立更良好嘅家庭關係。我哋會建議家長首先可以運用同理心同埋深度聆聽嘅方法去同子女溝通嘅。我哋作為家長，好多時候都會就住一個事件咧，加入我哋自己嘅睇法、意見或者係理解，甚至乎好容易變咗批判嘅。咁但係對子女嚟講咧，呢一啲其實全部都係一啲覺得我哋唔明白佢哋心情嘅一啲嘅表現。可能好多家長都面對緊仔女用手機嘅情況，但如果用一啲具同理心或者深度聆聽嘅方式去同子女溝通嘅時候，首先你可以用我去表達。我見到你用咗電話都一段時間咯，我有啲擔心你嘅狀況，可唔可以我哋停一停，俾啲時間我哋去，可能而家係食飯或者係做其他嘢。我諗呢一啲類型嘅開頭咧，可以讓子女明白或者去聽到多啲咧，作為父母嘅立場，就唔係純粹係收機啦、夠鐘啦、食飯啦呢一啲指令式嘅溝通。社工亦都強調，家長能夠放下權威式嘅教養姿態，對改善親子溝通有好大嘅幫助。如果能夠放下到一啲作為家長嘅權威或者係面子喺同仔女相處上面咧，其實係好幫到仔女咧去親近我哋嘅，因為佢哋都會見到原來家長都一路學習緊，唔係高高在上去指責自己成日都做得唔啱。最後，社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親子溝通嘅核心信念。我哋有一個信念係講骨肉之情。當我哋睇父母同埋子女嘅關係入面咧，其實呢一種血濃於水嘅感情其實係無可替代嘅。親子關係咧，其實係一個過程嚟嘅，並唔係一個結果。所以咧，我哋每一日都會有唔同嘅挑戰啦，唔同嘅狀況會出現。所以我哋作為家長，其實每一日都喺度學習緊，能唔能夠持續去修訂、去堅持，咁呢一份骨肉之情咧，其實就係一個好核心嘅想法，好希望分享到俾各位家庭。親子溝通係一個過程，從今日開始，邀請家長用心聆聽，用同理心去了解子女嘅需要。